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随着观光旅游产业愈来愈发展，商务人士来到台湾的人呢也愈来愈多，和这个饭店甲住宿呢是需求愈来愈大，所以这个饭店业呢嘛越来越看好。今仔日呢，咱启明新声节目哦，咱的台南知名企业专访当中，咱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伫个业界呢非常具有特色，而且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大饭店。那今晚就来欢迎台南复兴大饭店的林柏宏执行副总，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好，荷兰伫这部一开始吼，咱先来看一段复兴大饭店的简介，和大家来了解一下，请看 VCR。2014年全新完工的台南复兴大饭店，以巴洛克宫廷式建筑风格兴建，星级饭店规格打造，提供旅客便利舒适的专业服务。也因为其邻近一级古迹、国华街小吃及海岸路艺术街，绝佳的地理位置更是商务洽公、旅游住宿的首选。典雅贵族的装潢风格，整洁明亮的客房，与当地文化特色交融，提供新鲜、美味、丰富多样的自助中西式早餐，还有商务中心、健身房、KTV 等设施，满足住宿旅客完美惊艳的无感体验。现在凭护照入住，仅补差额500元，即可享有2人房住宿及美味早餐哦。哇，我们知道说复兴大饭店哦，其实是坐落在闹区耶，而且附近有很多的古迹、景点、美食、小吃，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哎。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副总，是不是为我们观众朋友好好再深入的来介绍一下复兴大饭店？是的，就诚如主持人所说，台南复兴饭店呢的 location 呢绝佳啊，那它坐落于整个我们旧城区的一个最热闹的地方，那连接的比如说像现在最接地气的国华街，以及最富夜生活特色的海岸路，或者像我们台南最著名的花园夜市，还有像一级古迹赤坎楼等等，都是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那这个呢，也成为台南复兴大饭店在这一波新旧饭店的一个新建潮中，跟其他饭店最大的一个特色跟差异性的地方。对，那整个饭店的话，你们目前有多少的住房呢？是我们现在目前呢，全馆有174间的客房，那包括4间的餐厅。哦，那你们有提供哪些服务啊？我们目前呢，包括我们有自助式的洗衣机、洗衣房，而且全部是免费的，免费提供的。对，那这对很多商务客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出差在外面，难免会有衣物换洗的一个需要。对。那很多饭店呢，它要么就是付费式的服务，那一间可能就是100、200，要么它有附设洗衣机，但都要投币。那我们饭店呢是少见附设洗衣机、烘干机，而且全部是免费，包括洗洁精啊、干衣精等等都是免费的。然后24小时呢，提供客人随时随地可以去做清洁的一个洗衣服务的动作，真的很贴心哎，而且真的对那个住客来讲很划算，没错没错，是，对，真的很不错。所以其他包括说一些餐厅用餐方面也都相当方便，对不对？包括我们有提供免费的脚踏车的租借。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台南复兴饭店就落在台南的旧城区。那领略这个旧城区最好的方式呢，一个是步行，第二个就是骑脚踏车，用漫游的方式去一个一个去贴近他们。那我们饭店提供的免费脚踏车呢，就成为我们访客最爱的一个去感受我们台南最好的方式。包括我们饭店很多的外国客人，每天呢借脚踏车出去是他们必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国人很喜欢骑脚踏车哎。对，是。对啊，而且在我们台南这个地方，骑脚踏车其实最方便，很方便，非常方便。对，因为台南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快，停车有时候没相对的容易。那脚踏车就是大街小巷都可以可以钻可以到达你要的地方。就像我刚才提到，像国华街、真心街这些地方，脚踏车是最好的一个代步工具。对，没错，而且就是说在台南啊，哇，四处都可以发现很棒的地方，很棒的景点，所以骑脚踏车最不会漏掉，对不对？开车秀子类的贵对，哇，所以这个饭店真的想得很周到对不对？帮我们的这个房客想了这么棒的一些点子。那我们也针对一些外来的旅客或商务客，我们都有提供免费的定点接驳，比如像火车站比如像到花园夜市，比如到古迹。那像我们针对商务客呢，每天早上都有定时免费的接驳车到
科学园区、科工区等等，所以对这些房客来讲，是在交通的一个接驳上有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的过程跟效果。是，好，那说到这个饭店哦，复兴大饭店，我们知道说你们董事长刘信雄先生，他其实是经营这个这个建设公司、建设集团的，对不对？哇，那他为什么会想从这个营造业、营建业来跨足到这个饭店呢？这个是不是跟他有什么样的经营理念有关系？是的，就诚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母公司呢黄鼎建设，本身是股票上市公司，对。那董事长呢刘信雄董事长本身就是台南学甲人，那他当年他只身北上，然后创业成功之后，总觉得回来家乡做一些贡献跟建设是他必要跟必行的一件事情。那加上观光产业的发展这是全台湾看得到的一个趋势。那建设公司呢去转投资饭店产业，它有先天上的一个优势，比如说我们是自地，对，那我们也是自建，所以我们可以去控管品质跟那个建设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成为建设公司在转投资饭店就是有比别人更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董事长毅然决然去决定集团的方向，就是转投资建设饭店的这个部分。那这经过大概5到8年的一个规划，目前呢，我们在转投资饭店也已经有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目前全台湾的复兴饭店总共有5家，台北有2家，那台中1家跟台南2家，对，所以已经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连锁的规模。对，这也显示出董事长在转投资饭店产业的一个长远的规划。对，所以建设集团它其实转投资饭店，您刚刚讲到的好处就是说你们自地自建嘛。那我们台南其实有其他就是说这些星级饭店，是的，他们很多都是跟人家用租约的，对不对？对，就是。所以竞争上的话，其实你们相对有优势。一个优势，第二就是展现出董事长这边在长期经营饭店产业的一个决心。因为房子是自己的嘛，也是自己盖的所以他不会是用3、5年短线投资的心态，真的要深耕台南，就要深耕投台南就是展现出爱台湾的一个绝佳的一个信念。对，好，所以目前我们知道说，里兰台南期这个部分呢，4星级以上的饭店差不多大概有15间左右，对不对？差不多。对，那你们怎么样来定位你们自己的饭店？定位在哪一个阶层 ？OK， 那就跟主持人报告一下，我们复兴饭店在经历去年度的一个扩管之后，其实我们的硬体规模大概4星到5星之间。那我们呢在公司内部评估之后，我们决定呢去做4星级的一个饭店的定位。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最顶级的一个4星级饭店。也就是说在硬体到达标准之外呢，我们要把水准拉到5星的一个水准，那去做一个差异化。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台南复兴饭店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优势，就是它的地点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诉求客人来到饭店之后，然后用我们提供的服务可以去延伸观光的一个效益，比如到很多小吃的体验，很多的景点的一个感受，来做这样的一个台南的整个的观光的一个行程，对，而不是一定只有停留在饭店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强调过多使用率较低的设施的一个建设，而反而我们用软体服务去补足这个区块。因为你们饭店目前好像就是说只差在游泳池就可以变5星级，对不对？是没错，对。那我们董事长是觉得说不一定要盖游泳池啦，对，那把游泳池空出来的空间做更多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全天候经营的酒吧、咖啡厅，那目的就是让到饭店的每一个的客人，任何时间点他都有一个休息游憩的一个空间，对，来做他停留在饭店的不同的一个感受这样子，对，然后可以再反馈到我们就会提供更好、更优惠、CP 值更高的一个价格给客人去做一个使用，特别贵松松，一定要开足这钱，尽量让用5星级的。费用来住到品质也是都很好的4星级饭店，所以就只有差在这个游泳池，其他的服务都其实都是5星级，甚至比5星级还要好。对，这是你们经营的理念，理念跟我们自诩的一个目标。对。所以其实目前的话，你们有没有统计过说，来这里的这个客源大概都是哪一类的？是我们目前大概有60%以上都是外国籍的客人，那大概里面有70%呢是日本客人。日本客人很多，对，像我们昨天在讨论一个客人他来我们饭店开幕大概快5年了，那他住了大概快4年，大概跟我们饭店的存在时间一样长。那他在最近呢即将要退休，他算一算大概住的时间搞不好都跟我一样久这样子。那他为什么可以到台湾每次来都住我们饭店住了快4年，就表示他真的把饭店当成他的家。
对，那我们好预计在下个礼拜要帮他办一个欢送的一个小小的 party 这样子，就是说他把我们当一个家，我们也把他当家人一样。对，所以我们有很高的比例是外国人，那包括日本人。那我们这几年在开发东南亚的观光客也非常的成功，包括像香港，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也都有很大的一个成长。那这2年呢，我们也积极跟着市政府的脚步，在开发像韩国、日本的一些观光客的一个范畴这样子。是哇，所以其实，在你们饭店有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对，是。对，而且他们其实都很忠诚的，就是来住过之后，是就非常就是说，我下次来我还是选择你们。是没错，对不对？所以饭店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对不对？对，我们总监一直在指示我们在服务的一个提供上呢，要达到一个宗旨，就是黏着度，让客人黏住了跑不掉。对，就是我们经营的最大目标。对，跟服务的提供上，而且你们住房其实你们提供的这个就是你们住房的价钱并不会很贵嘛，对不对？对，其实以我们的产品来讲不算贵啦，不算贵，对，因为我们现行的房价大概是2998，大概不用超过3000块，就可以得到一个2天1夜的一个住宿，包含早餐。那包含饮币饮料券包含很舒适的一个住宿空间。对。那其实，在以同等级来讲，我们算是价格最优惠的。对，真的很优惠。在网上都要破3000多块、4000多块。对，那可能只住个7个8个小时，你可能就离开了。因为来台南呢，我们鼓励客人往外走，去体验台南的美，吃小吃、逛古迹，找特色的老店，找特色的小店。刚才主任提到的，台南有很多藏在角落的您用心去体会的美，那就要持续去看。对，那所以不一定要把时间都花在饭店里面。对，因为其实来观光旅游，那饭店就是让我们可以好好休息，对，然后休息过后有好的休息品质之后，才能够好好的出去玩啊。是。所以讲到这一点，你刚刚有提到，希望说我们的旅客的话可以出去外面玩，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目前你在推这个观光，推这个旅游，对，那你们的行销就相当的重要。所以在行销这一块，其实饭店除了说本身把它经营得很好以外，你们也是会搭配一些行销，对不对？这个行销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是，就诚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饭店从开馆以来呢，我们在行销方向呢有几个我们主打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在地的连结，比如像国华街现在很夯，它连续大概2、3次都荣登日本杂志的一个封面，就说日本人很喜欢。对，他说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街。那可是呢，在国华街还没有夯之前呢，我们饭店呢就跟国华街连续2年呢都推出了所谓的散步小旅行。那就是我们一步一脚印呢去跟国华街的在地的店家做一个合作。那连续2年都找了大概10家的店家。那我们饭店自己去印制所谓的票券。那我们住宿的客人呢，我们就送他票券。那这个票券可以到我们合作的10家店家去免费的抵换。这么好，吃的、喝的、买的。对，我们就是做在地连接，因为在台南市所有的饭店里面，台南复兴饭店呢最有资格说它跟国华街是共生的。所以我们饭店就在国华街的旁边。勉强讲我们是严格来说我们是国华街的前头，算后头了3段。那前头就是大概保安路那边，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商圈连结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最早就做这个所谓的在地化。对，那我们这一点就看得出来。然后现在已经很夯了，我们就顺势让它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卖点。那另外一个在行销方向，我们也去做一个创新。比如像去年1整年呢，我们就把行销的一个主轴放在直播。因为它直播呢是现在算是最夯、大家讨论最高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去年1整年用直播的方式呢，来把复兴饭店的商品做一个呈现，包括去做最后在网络上做一个贩售，那效果都非常的好。那也跟业界有很大的一个区隔的一个销售手法。对，所以其他应该没有饭店在做这种直播。有会跟我们做啦，就跟着你们的脚步走这样子所以你们都引领业界，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除了国华街之后，我们知道好像还有绿色隧道之类的，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是有做一个活动呢，就是从产地到餐桌，那我们去跟小农做合作。对，因为这几年食安问题被大家广泛的去讨论，对，所以我们觉得说，尤其饭店餐饮业，它跟饮食跟这个食安是扣住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去从这个部分去做一个琢磨。那我们找了很多所谓的自然农法栽种的小农，那他们产出的商品，我
我们去做跟他做合作。那合作方式呢，大概有2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在我们的饭店大厅，就在饭店大厅办个叫小农市集。就邀请这些小农直接到我们饭店大厅去做一个展摊销售。你说我消费者，你可能在这个前一刻呢，在餐厅吃到这样的一个食物，下一秒你可以这边直接买。对，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广受好评。因为对，没想到去饭店还可以买东西回家。对啊，好方便对，不用再跑到那个产地去，对，而且全部都是所谓的自然农法的一个呈现模式。对，所以我们有曾经这样超过非常的一个受欢迎。后来我们承销再办来不及了，因为那个小农变得太夯，都被人家抢走了。对，那我们也曾经去操作过一个叫小农的产地旅行，一样的，我们带客人到小农的产地。我们之前是到大内，跟大内跟小农合作，直接到产地去了解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生产过程，然后现场可以摘，然后摘回家自己吃。对，所以我们去曾经做这样的一个连结扣住跟小农合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行销模式。那也都受到客人非常好的一个评价。所以就是说，你们会不断的创新，都一直在推出这一类的行销的一些活动。我们不设限在单一个领域，我们会更广泛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去做各种的尝试，各种的可能性。哇，所以你们真的要非常有创意耶，对不对？每天就要去想很多东西，我们的团队呢就要去思考时事流行的，或者哪些元素可以去呈现我们饭店的商品的一些做法特色出来。那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跟我们做了一个叫做白色之恋的专案。那白色之恋专案就是我们去扣的台17线。台南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叫台17线。那台17线的所有的景点里面，它有沿路有很多景点。那这些景点里面像水晶教堂，对，像安平等等之类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色呢，就是有很多大量的白色留白。对，因为它呈现出来的视觉是白色留白。那我们就把这个元素呢带到我们的房间，所以我们设计一个主题房，就叫白色之恋的主题房。里面进去映入眼帘呢，就是安平古堡，就是盐山，就是水晶教堂这些图腾跟一个装饰。然后我们跟台17线的一个将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叫棉花。而且是在地的台湾棉，我们跟他做合作，然后生产台湾好棉的枕头，那就把这个枕头放到我们的房间，让客人去可以去直接的去体验到台湾好棉所产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备品。那如果他有兴趣呢，还可以加购，直接到我们的将军乡去做那个棉花的 DIY 的活动。对，一样是同样的概念，把客人呢从使用端，然后直接带到产地端。那你们这样不止让饭店的生意变好，连那个产业都被你们带动。是没错，主任讲到一个非常重点，因为饭店呢是观光产业里面的一个元素而已，它终究还是要跟它周遭所有元素扣连在一起，不管是跟国华街也好，不管是跟小农也好，不管是跟台17线也好，整个串联在一起，因为这去呼应我们刚才提到的，观光客来到台南不是要住在饭店的一个建筑里面，他是要走出去饭店外面去体验台南各种它美好的事物。对，是哇，所以你们办的这个行销，其实独立起来都可以变成办活动了。都可以。你们好像还有什么那种复古的干妈点那个？有的。这个主持人果然是对我们很了解。因为那个报道被人家报得很大。是。这个就是我们这2、3年呢，我们都扣住一个蛮消费者喜欢的一个元素，就是复古、怀旧。对。现在的人很奇怪就对旧的东西越来越喜欢。为什么？因为它越来越少。那物以稀为贵，尤其我们有很高的旅游客呢，他是从北部下来。那在北部呢，在现代化城市里面，旧的东西已经慢慢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去扣的一个复古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像今年的过年，我们就在我们的饭店的大厅去打造几近1:1的一个复古的杂货店，就说安公的干妈店。那是整面全面输出的一个干妈店，然后里面呢摆了很多我们小时候才会有的一些备品、饰品，比如像大同电锅，比如像那个钢铁人等等之类，然后很多小时候的咻咻米啊，现在应该是买不到了，这是大概我们那个年代才有的咻咻米啊，有一些小什么小点心、小零食，对，然后摆在大厅，然后呢供客人拍照，跟供客人玩游戏之后做一个换取，那个大受欢迎。我一直记得，我们活动是2月2号开始，那我们大概在1月31就已经全部上架了。那上架活动还没开始，东西就不见1/3了，就被客人拿光了，因为太受欢迎了，因为他们在台北根本看不到
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对。那在很多饭店也看不到，因为饭店给人家的认知就是要光鲜亮丽、富丽堂皇，怎么会有复古的东西呢？怎么会有怀旧的东西？对对对。但我们觉得饭店不只有光鲜亮丽跟金碧辉煌，它其实要去贴近消费者他的一个生活习性跟需求。对对对。所以我们大胆去做一个几近1:1的一个复古的一个干妈点的摆设。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你们这些促销活动都办得非常的好，是，对不对？所以你们其实有没有做过统计，就是说，你们办过促销之后，其实这个饭店的业绩是有成长的？基本上它有很明显的反馈在数字的一个销售上。以今年的过年，大概整个假期来讲，大概从2月1号到2月10号算过年嘛，整个拉涨，我们平均住房率大概在8.5%。哦，这样算很好，算蛮高的，对啊，算蛮高的。对，而且平均房价都算很高，对，所以是有真正去连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包括我们每年过年，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我们会设计一个很大的红包墙，就这个墙，对，墙面大概这么高，那上面有一个一个的红包，然后只要是房客，他就可以抽一个红包。哦，这么好。每个红包都有奖品，都有奖品，都有奖品啊，都有最小奖也有，比如说去干妈点那边换东西，那最大奖是免费住宿1晚。哇，这么好！对，我们从饭店开幕第1年到现在都有。那我们在今年曾经遇到一个客人，他就跟我们讲说，他每年来饭店最期待就是抽红包，他不是缺那个东西，这是一种氛围。就是过节的，对，过节的氛围，对。那甚至说每年就是因为有红包才来这边抽，对，它就变成是一种他来住饭店必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你这样真的是有戳中人心，对不对？你们的行销活动就是说，各类的族群啊什么，你们都不一样，然后又反正就是每一个都相当的有特色，对不对？所以我想你们这个团队真的是相当的有创意。谢谢。对啊，那另外就是说，你们好像是饭店也有跟这个台南市观光协会合作，对不对？有推出那个促销，那这个促销方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是的，诚如主任所提到呢，台南复兴大饭店跟富华大饭店有跟台南市观光协会合作观光护照的相关促销活动。那以复兴饭店来讲，凭观光护照入住呢，只要自付500块，500块，真的是500块就可以免费住宿1晚，而且呢还附2客早餐。哇，光早餐就超过500了，就超过500块。对啊，很多消费者觉得说，那是不是用很烂的房间给我们？没有，就是我们标准的客房在销售的房间。对，所以就是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很清楚，我们是站在观光推广的一个角度因为台南市观光协会长期在致力于台南市的观光的一个发展。那观光协会它的护照也是整了观光很多产业，包括像游乐业啦、餐饮业，好像安平虾卷等等，甚至像一些运输业、统联等等，去做整了，真的把旅游里面所必须要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元素都包含在里面。那饭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站在推广观光的一个角度，我们基本上算是不惜成本来跟观光协会做这样一个护照推广。对，期待用我们等是一个所谓跨楼给的概念，让消费者看到说我家 CP 值加管的几的本来让短，说我去买护照，买护照之后他就一定要来台南玩，因为有的住他就会停留1晚，就2天1夜，他就带动更多的一个消费。我们常常讲住我们饭店呢，必去的一个附加景点就是丹丹汉堡。因为就在我们旁边，它也是人气名店。现在对啊，那个丹丹汉堡很受欢迎。那吃完丹丹汉堡之后呢，就会往国华街逛一下。逛完国华街呢，就会去振兴街再逛一下，再去神农街逛一下，再去海岸路逛一下，再走远一点就到保安路吃小吃了。对，什么阿龙迪心啦，这大家就逛着一圈，所以它就会在台南的停留时间拉到足够的一个消费力。对，那其实就是带到真正所谓的观光促进的一个效果。所以饭店呢，公司这边也认为说，不一定要去计较每一个房间的利润得失，但在我们可以承受的方法之下，我们就收成本就好了，然后就这样的一个配合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进行。那像富华饭店呢，也是一样，也是交500块，那一样可以入住我们富华饭店的客房，一样是提供2客早餐。对，所以我们2家饭店呢，同时去提供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来搭配，来促进观光的一个发展，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台南。
对，是的所以这样听起来，你们饭店真的是眼光放得很远，是因为你要整个台南的经济，整个台南的观光旅游产业带动了以后，其实你们放饭店就更多人去住嘛，没错，对不对？所以你你看买一本这个观光护照999，才999呢，对啊，999，然后你拿去只要500块就可以住饭店，还附2客早餐，这么好，连早餐都超过500块，对不对？所以你看，不到1500这样的加护照，你看住房本来要2900多，将近3000，这样很划算。会不会大家听完，大家都跑去买护照？我们欢迎大家去买护照，但我们房间它有限量供应啊，所以要先订，订完再去买，再去买。对。而且我们是平假日都一样哦。有些饭店是遇到假日可能就是对，他就说不能用。我们没有，我们只要有房间一定都可以用。因为我们觉得是一个诚信原则。就诚如主持人提到的因为我们饭店是自地自营，跟很多饭店它是租赁的心态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走长线的一个经营，所以台南观光越好我们饭店就越好，我们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所以我们愿意去配合各种的一个观光推广的活动，包括跟市政府的合作等等之类的，我们都站在这样的一个方向跟角度去做搭配。对，所以这个复兴大饭店真的是有带动我们台南的这个观光产业是重要的工程。不敢。然后另外是说，你们行销的点子真的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母亲节的档期，那你们有没有推出什么活动？是的，节庆呢一向是饭店的餐饮推广的一个重点。好，那在即将到来的5月份就是母亲节一个重大档期，那我们馆内总共有3个餐厅呢，都有同步去推出相关的促销活动。以母亲节最大的一个消费的模式就是桌菜和合菜的一个模式，在我们的2楼鼎元中餐厅，我们呢针对现在小家庭的一个饮食的习惯，我们推出小桌只要3888，加一层服务费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消费，跟像以前可能吃个饭加豆菜的，现在9万哇这样不用3888加一层就可以了，好便宜哦。对，我们现在还有早鸟早鸟预定，然后付定金，我们还送 SO 酱1盒。这么好，是我们主厨特制的 SO 酱。对。那台湾人喜爱的自助餐的一个模式，在我们1楼的福利厅也有提供这样的一个优惠。现在只要6个人同时定位，我们就会送1客主厨那个特制的一个餐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推广部分。那另外针对我们的咖啡厅呢，我们也推出一个优惠专案，只要到我们的咖啡厅去消费任何一个套餐，我们会加赠呢干贝的前菜或者莫凡比冰淇淋2克，让客人去选择这样。是，哇，那真的很不错，因为那个东西都蛮贵的。对，而且都有符合大家的一个饮食喜好。好，那到底呢，复兴大饭店在这次母亲节的档期推出什么样的活动呢？那我们现在就带观众朋友实地去看一看 ，Let's go。台南复兴大饭店每一年的母亲节呢，都会推出非常特别的活动。那么今年到底他们的母亲节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来请教副总。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贵客临门那贵客来到这边呢，一般来讲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是要端出最好的一个内容了。那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呢，可以来知道。那复兴大饭店在这次的母亲节档期呢，不惜重本那根据我们的2楼、1楼以及咖啡厅都提出各种的促销活动，比如说呢，我们的2楼鼎元。针对小家庭的一个消费习惯，我们推出了3880即可成型的一个母亲节的一个桌菜，是相当一个经济实惠，就可以去使用到的一个母亲节，不用花大钱了，也可以尽到孝心。那另外在我们1楼最受欢迎的假日自助餐，我们这次呢推出只要6人成型，我们还加送主厨的这个推荐料理，而这推荐料理是平常用钱也买不到的。那当然，在这个例行性的一个促销活动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在台南市饭店少有的一个贵妇行程。哇！因为我们伟大的母亲呢，在忙碌1整年之后，除了节日的庆祝之外，我们还让她感受到实际的一个体验。那这个体验呢，就是在我们大厅这边呈现的甜蜜的约会午茶趣，让她享受贵妇般的一个半日。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我们主持人来当我们的贵妇，那怎样去享受这样一个贵妇的一个悠闲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蜜糖吐司的制作。哇，今天要教我们大家制作蜜糖吐司的是哪一位呢？好的，我们邀请到我们德尔福咖啡厅的店长雅琪，特地呢来这边教授我们怎么去把我们最贵妇、最贵气、最贴心的蜜糖吐司下午茶的制作公开给各位观众知道。哇，好，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店长。
Hello， 大家好。Hello， 主持人好，副总好，店长好。好，那这样子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制作蜜糖吐司呢，是要什么样的步骤？一开始第一步要做什么？我们一开始保持干净，所以先戴手套。好，来，这是一定要的啦，要注重卫生哦。虽然手已经洗很干净了，但是呢，还是要把手套戴好，这是最基本的。好，来，那我们吐司在制作之前要先上擦酱，那这是我们。它吃起来有点像枫糖酱的配方，所以吃起来吐司在烤过之后会稍微甜甜，颜色也会比较漂亮。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好的擦酱，那我们就吐司六面都均匀的上擦酱就可以了，这样平均的擦上擦酱，六面都让它擦上去。所以吐司跟酱你们都会先帮我们准备好。对，我们会先准备好。其实在家也可以自己做，它难度不会很高，就是买枫糖酱配一些牛奶下去混合就可以了。六面都帮它擦上去就可以了。六面对。这样我会不会擦太多啊？不会，它其实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它颜色主要是让它烤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漂亮，然后会带一点枫糖酱的香气。就是想吃甜一点就擦多一点。也可以。但是它相对擦酱的时间会影响烘烤的时间，因为它越厚，我们吐司会比较湿，那烤的时间就需要比较长一点。了解了。那我们每一颗都均匀的擦上六面就可以了。这样有很漂亮吗？可以。那我们如果六面都上好了，就可以准备进烤箱了。那我们的目前的温度是180度，那上下火都一样。那烘烤的时间是10到12分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烤喽。好，那我们时间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吐司拿出来了。哇，好金黄酥脆的感觉哦，那是我们刚才没错，涂的我们刚才很认真去完成的作品。对啊，我们很认真，虽然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哦。我相信应该成功率很高。哦，成功率很高哦。好，来，那下个步骤呢？好，那我们就会开始做吐司了。好，那我们先把这边。好，那我们每一份大概是18颗吐司丁，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好，可以。这个比较颜色偏白的，这叫做卡士达酱，那它是我们的基底酱。那这个是柠檬馅，这是我们在提味的，因为其实吐司蛮甜的啦，所以其实会有的人会希望配一点点酸酸的东西，所以这是吃起来才不会那么的腻。那我们在摆盘之前，我们先把我们的水果摆到我们的盘子上，待会在组装吐司的时候才不会去妨碍到吐司的组装。好，那这边我们准备了3个水果。奇异果、苹果跟葡萄，这是其实一般家里就都会有的啦。好，那我们配色上面为了漂亮，那我们就可以先摆奇异果。我们水果放在盘子的左边的位置，这个位置，这边我们先把奇异果摆上来。然后再来是苹果。那苹果因为红色面比较漂亮，所以我们会把红色面把它放在上面。红色面放上面，对，红色面放上面。绿色配红色，还有黄色，对，像这样看起来颜色很棒。副总，摆水果而已嘛，有什么难的？我们2个一起合作，而且才3种。对啊，我们要摆出比它更有创意，而且更好看。我们来个混搭风好了。混搭吗？对。好，看看我们搭出来是什么样。我很认真哎，我怎么觉得你都是乱放的？没有，我是有规则的。哦，你有规则吗？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哦，难怪我看不太出来。你看，我还有帮你调整哎。来，我们来比较一下，看看人家的，都一样啊，有葡萄。哦，算了，这你做的，那不是我做的。但是我来承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水果要稍微整理一下，因为我们要摆吐司。你看被嫌弃了，乱丢，好吧，把它整理好。我们卡士达先画一个圈，因为我们吐司是圆的，我们先画一个圈，然后我们就可以挑吐司了。底座是7颗吐司加1颗，总共是8颗吐司丁。哦，7颗可以把它放上来。所以放卡士达酱是让它可以粘住布边嘛？对，因为要让基底比较稳固，所以我们中间会在1颗，这样总共是8颗。这样。哇，你看人家随便摆一摆就这么漂亮，专业的。好，那这边好了，那我们再上第2层，一样，再把它粘起来。那第2层就变5颗。哇，变5颗，7颗5颗。这有点像那个叠积木的概念，是。叠乐。好，5颗好了之后，我们中间这个位置因为有一个洞不好看，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柠檬馅就要出马了。对，那柠檬馅挤在正中间的位置，对，像这样挤在中间的位置。好丰富的。要接着继续往一样，继续最后就是对3颗，最后就是3颗，再放3颗，3颗，3颗，3。好，
那最后哇2颗2颗，这样子，我们的吐司塔就完成了。哇！那我们来试试看啦，我们还是一样一起合作喽好没问。题来，首先要来挤这个负责把盘子放，卡斯达酱，我来挤挤看哦，这要画圆形哦。好好玩哦。我们要叠的比它漂亮。我们要把才不会绕口我们要把角度算好。2、4、6，再一个。好，然后在上面再一层，再一层对不对？这次要5颗。哎，我好像挤的太多了，没关系，真这样比较稳固一点。对。好，来，我们放5颗。我放2、4，再一颗。这一层要放我们的酸酸甜甜的柠檬。哦，好像还是挤太多了。到时候我妈妈说怎么这么甜啊？老板不在吗？好，来，继续叠，3颗。我们来比较看看啊，超级比一比，超级比一比，是我们的比较漂亮。漂亮多了。我们漂亮又有自己的风格。对啊，又有特色，对不对？而且我们出手大方。哦，对，大方这一点，大家会不会吃到后来说怎么这么甜啊？我们有甜甜的爱，因为我们是甜蜜下午茶嘛，所以一定要够甜。哇，对。所以我们让那个主厨看一下，我们这样做算成功了吗？可以成功了，只要有堆叠起来就是成功的吐司。那我们全部叠好之后，我们就要做最后的装饰。那这个是蜜里，这是牛奶跟鲜奶下去合成的，就有点像炼乳。哦，那我们就是这样，用一点点把它淋在上面，像这样子。哇，越来越甜蜜了，又很可口哈。好，像这样子淋上去。是，好。淋上来之后，我们最后上面做一个装饰。挤一点点的卡士达，好，那卡士达完这边，我们要撒上我们的糖粉，哇，还有糖粉呢，它就会像下雪一样，就是像这样，哇，包含水果哦，整个浪漫起来。对呀，水果完之后，这个覆盆子果泥，哇，然后我们就是淋在上面，哇，看起来越来越好吃了。那我们就插上我们的饭店特别用母亲节的小卡片，这是饭店特制的。哦，好棒哦！还好，那卡片也设计得很美。对，就符合这个节日。这边薄荷叶，然后待会放冰淇淋，然后就可以完成了。好，来，接下来这个步骤就看起来很简单嘛，复习一下撒一撒，淋一淋而已。是这样而已吗？看起来是这样。他同时做了好几个步骤，希望我还记得一下。哎，我淋的还不错吧？感觉很像，感觉很像哦有重，对嘛？你看我善于模仿。接下来有点忘记，也是糖粉还是这个？是先。接下来是这个吗？还是先糖粉？先这个，先这个来。先蜜淋。蜜你已经淋完。哦，淋完了，好来。我觉得我们要挤特别一点，挤个爱心好了。爱心 OK。我这样会不会爆多啊？啊这。没问题，我们只要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是可以理解它是爱心的。哦，对，没问题，对嘛，这是我代表我的爱心哦。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而且还是来自于韩国的爱心。好，接下来就是这个糖粉了。哎，这个我很想撒，我撒一个爱心出来。这个有点难度，不过我可以试试看。爱心要优雅，不错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酱。这个也是，还是来个爱心好了。哦，我的爱心，爱心溢出来了，对啊。你真的很会帮我解释哎，真的很不错。啊，我挤太多了。老板快看见了。你们老板会说每个客人都这样来，这个成本真的是越来越高，可能要双倍的成本。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再把这个对饭店特制的，看，很漂亮哎，这个牌子真的。非常的棒，好，我现在要把它放上去喽。你看我放的角度很棒吧？一次到位。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放上我们大家最期待的冰淇淋。哇，那个很贵的冰淇淋哦。这边好，那我们这边有帮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这边放上一球冰淇淋。哇，这样。那我们冰淇淋也可以帮它淋一点点覆盆子。好，像这样。哇塞，看起来更可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它调一个位置，这样子。可以的。好，我来放冰淇淋了。我虽然很想很优雅，但是有点难放哎，所以就变得有点像可以的，哇，不错。
错哎。哎，不错吧？对，一气呵成。来，那这个部分就交给你了。我刚才挤太多了啦。我要帮老板省一点成本。不行，不行啊，我还是要回问。你要让妈妈开心啊，对啊，老板不会计较这一点点成本的啦。哎，不错哎，哇，我们两个合作的，哇，所以这样子就算完成了吗？这样就完成了。好好好，来，我们把这个成品端起来给大家看，这个是店长的。来，我们问一下摄影大哥好了，哪一个比较漂亮？都漂亮，但是左边看右边看起来像蜜糖吐司，那左边看起来有点像臭豆腐。臭豆腐口味的蜜糖吐司。你看更有创意，对，我们就是可以做出这么有创意的臭豆腐蜜糖吐司。创意料理这样，试一下就知道到底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对，好，那请要不要试试看？好，那我就先从这一份开始吃。是。好，哇，这有点难下手哈，先从上层好了。好，那一般建议会再沾个冰淇淋。对，要沾个冰淇淋哈。是。好，哇，好大一口哦，一口塞进去。是好。从晴姐的言语中看得出来，真的蛮好吃的。酸酸甜甜的。因为这蜜糖吐司呢，就是这个卡士达酱跟这个柠檬醋，那酸甜的滋味加上这个焦脆的一个吐司。那在有些人喜欢用水果，有些人喜欢搭配这个冰淇淋。那冰淇淋搭配是莫凡米冰淇淋，它本身就是水果入味制作的，这样整个口感搭起来真的会非常的有层次，非常丰富。对。好吃，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从我们两位的表情就知道这一份跟这一份的差别在哪里。是，自己做的比较好吃，自己做的比较好吃。所以啊，是不是我们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亲身来体验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好康。没问题。台南复兴大饭店在母亲节的档期时间，只要来我们馆内消费满额，就可以参加我们蜜糖吐司 DIY 的制作。那每天有限量的一个名额，所以一定要事先做预约。所以呢，建议各位观众朋友在定位的时候，就可以先预约我们蜜糖吐司的一个下午茶的活动。那额满就没有了。那在母亲节的时候，一般我们大家都只有吃东西，对，没错。对，然后吃完就可能这样就庆祝完母亲节。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妈妈啊，大家一起跟家人一起，然后来制作这个蜜糖吐司，自己做真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只是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来用完餐一般用完餐就回家了，他没有再接下去的一个行程。但这次不用急。我们可以把脚步整个放慢，来到我们复兴饭店用完餐，不管是到我们2楼鼎园用完合菜，还是在我们的福利厅用完自助餐，放慢你的脚步来参加我们的甜蜜约会午餐的一个 DIY 蜜糖吐司制作。制作完整个过程，你可以留下很多的美好的回忆，而且可以吃到这辈子第一次 DIY 的一个蜜糖吐司，而且未来不一定会再有，因为其实饭店不太会去公开这种商品的 DIY， 因为它其实成本跟能力的一个提供都非常的高，所以搞不好这是空前。那现在如果好评的话，未来会再推出，但是绝对是空前的一个活动。那各位观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对，所以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报名哦。没错，是。好，谢谢副总。好，谢谢，拜拜。谢谢。哇，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哎！大家如果想要过一个很难忘、很特别，而且呢，修个短袜就是说又很促销又很便宜啊，就要来到复兴大饭店，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真的非常的有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摄影棚里面呢来跟大家谈。那我们知道说，林柏宏执行副总其实投入饭店这个行业非常多年了，而且我们知道很多饭店呢，其实你都有参与这个运作，还有它的筹划，对不对？是的，是的。很多饭店都是从这边开始起来的，对不对？那你本身也是南开科大休闲事业管理系的助理教授，还有副主任，是，对不对？所以你这么棒的学识跟这么棒的一个工作的经历哦，那我想你现在就是说在教育界跟我们饭店界，其实你都有跨足嘛。是。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做很好的应用。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来讲这个哦，就是我们饭店跟我们的这个教育跟学生以后出路的问题。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教这个副总是最好的，应该说请我们的老师是最好的啦哈。好，那就是说目前我们是很多人会想到知道说，到底因为其实服务业在台湾算是
最多人从事的。对。好，那饭店的话，目前你们有多少的员工？然后是大概薪资结构水准如何？是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好的，谢谢主任的一个介绍哈。那本身呢，我除了在饭店业的一个工作之外呢，也在学校担任一个教学的一个部分。对。那我们尝试呢，去把产跟学呢做一个结合，然后尝试去把双方的资源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导入哈。所以这是我从学界到业界，又从业界到学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初衷，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本身就是所谓旅馆管理科系毕业的学生，大概在20年前，我虽然这样不小心又透露我的年纪所以大概是在20年前旅馆管理科系毕业。那个年代呢，我们是最早台湾第一批投入所谓的餐旅教育的一个学生。那之前都没有，之前没有这种课，因为之前读旅馆管理找不到咯，吃不饱。因为那时候对啊，我记得我去读册时，我妈妈讲。你读什么旅馆管理？我妈妈的朋友在旁边就说，旅馆管理按得录下，所以去做内讲。我妈妈说，那你就可以休学了，赶快回来。在那个年代，20年前，整个放眼台南市，只有一家台南大饭店，对，没有任何5星级饭店。对。所以当你去跟任何人讲说，读旅馆管理未来的目的是要从事5星饭店，有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一个状况在那时空背景之下，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就学呢，就得不到很完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知识，所以我们投身业界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状况，所学跟实际状况会有落差。这个学校学的跟你出去根本都不一样。对，而且这个不一样还差蛮多的我记得以前我们某个老师跟我讲说，以后你毕业呢不用担心月入8万。真的假的？这个8万我等了好久，就等不到，等到都放弃了这样子对。那我举个例子，我们同时毕业同学里面大概100个，现在留在饭店业剩不到10个。真的是屈指可数。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发现想的都不一样，就放弃了。那这样的放弃呢，就产生大量的资源浪费。因为学校教育学这个又没有做这个，然后政府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就产出来的学生都没办法到学校去，到业界去工作。然后是业界不需要员工吗？不缺人才吗？没有我们现在非常的缺，很缺。所以主任提到，以复兴饭店跟富豪饭店来讲，我们2家饭店在职的编制人数超过100个员工。超过100。那我们永远都在找员工。永远员工还是不够。永远都不够。因为是这个流动率很大。流动率很高，那我们的干部永远都不够。这不是薪水的问题，是就是从业人员跟产业发展的认知的一个问题，一直 match 不到这样需要的一个点。对，甚至我们调薪晋升。我敢自认为台南富兴饭店跟富豪饭店在饭店产业的相关福利制度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绝对是在中上。我觉得中上。举例来讲，我们饭店呢都有固定的3节奖金，而且是发现金。哇，这么好！我在饭店待过这么多的家，基本上都没有3节发现金，我们是有发现金的。对，像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一般都是带个粽子就回家了嘛。对，我们带粽子之外呢，有粽子就很好。对，还在领个奖金回去这样子。而且奖金不是红包，是依照年资去发放。最多可以到0.5个月。这么多啊？对，那像端午完之后的中秋，拿个月饼回去，再顺便领个奖金，那一样不是红包，一样依照年资发放，最多可以到0.5个月。哇，一般都是给你个1000、2000就。对啊，我以前遇过饭店是发餐券，你还再回来饭店消费，再贴500，有出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的福利基本上绝对在中上的一个水准，因为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理念就是要照顾员工，但是在这么我们个人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福利之下，我们的员工还是没办法补强到我们需要的一个人数跟质量。那再就是现在我们一直依赖所谓的本科系、所谓的大专观光休闲产业的毕业的学生来投入，但状况没有我们想象来的一个顺利。这样为什么？它问题是出在哪里？是现在的就是草莓族吗？是这个原因吗？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是草莓族啦，应该说可能真的他们对产业的认知还不够完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前阵子呢，职人这个东西很受欢迎，对，所以很多人去学厨艺，然后可是他们学厨艺忘记了，
要成为顶尖的一个主厨或师傅，他的养成过程非常的冗长。可能大家都以为我只要读完书参加个比赛，我就是达人了。我就是吴宝春第二，我就是詹姆斯第二，就有这样的一个扎迷思实就对。对，他们都觉得说我应该可以更快，可是这个过程可能跟他们想象不一样，他很容易就会放弃，很容易就会放弃。对，那这个有时候可能是在学校接受到教育没有很正确，多少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才说，我为什么会在学界跟业界不断的一个穿梭，就是说我期待我在业界的一些资讯跟现况，不断的导回去给学界、给学生认知。产业发展是这样子，那你们现在1年级要怎么准备，2年级要怎么准备，那可以顺利的时候去做一个接轨。对，做一个接轨。那我们也跟产业去不断的提供学校现在的一个状态，让业界尽量提供更多的优渥的待遇给学界，然后吸引更多的一个人才进来，这样子。对啊。那现在会不会有很多学生他觉得说啊，我已经是读到大学毕业了，那我一开始去饭店要从最基层的打扫工作做起，是不是有需要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坐不住啊。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是会存在，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对，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对那个实际上你去饭店真正要执行工作的时候的那个工作内容，并不是那么了解。对，有可能是这样。对，可能学校给他的一个资讯，可能没有那么的落实，所以他仔细接触到就发现哇，有落差，有落差，所以他这个落差会让他产生那我就放弃的一个念头，那念头这样。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那其实就是说，在各大饭店其实都有这个人才流失的问题。没错，只是严重跟不严重而已。严重啊，你们公司算是不严重的。不严重，我们有提供，因为福利很好。福利真的不错。那我们有提供各种的方案跟各种的渠道来取得更多的一个从业人员，对。对，就是说，你每次有人想离职，然后那个就发个端午节奖金，然后领完之后又想离职的时候，中秋节奖金快来了，我还是再等一下，最高可以领到0.5个月这么多，就是我们中秋、端午跟年终加起来，大概可以到14个月，包含哇这么多，对，12个月。对啊，所以你们饭店的这个福利算是蛮好的，只是说这个可能人才这个流动率大的问题是整体业界的整体产业的问题，对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有待解决。所以你是不是身为老师啊，给我们的学生一点建议好不好？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就业 ？OK， 其实基本上呢，我们给各位同学一个建议，就是说，在进入产业之前呢，你可以完整的去认识这个产业。那现在学校都有一个叫实习的制度。那可以透过实习这样的制度，在毕业之前就去真正接触到这个产业的最完整的一面，而不是课堂上的那些文字。那透过实习呢，去验证这个产业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以及你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产业。我们还是很真诚的认为，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服务业跟饭店业，但是你透过实习半年或1年，你去验证适不适合。那适合呢，很好看自己缺什么，比如缺语言能力啦，缺领导统御啦，缺人际关系啦，缺等等之后，再回来补强，然后就可以顺利去接轨进入这个职场。那如果发现跟自己想象不一样也没关系啊，就可以去规划不同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你要学现在很夯的电竞产业啦，你可以准备公家机关高补考啦，或者再继续往上升学都可以的。那实习期就是给各位同学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非常好的一个中继点。对。所以你们饭店也会跟那个学校有这样的合作？是的，我们都跟很多的大专院校做这些实习，而且我们给实习生的一个待遇呢，都会做我们不是把它当廉价人力在使用，我们是把它当人才的一个培育，所以我们会做所谓的 cross training 交叉训练。比如他今天在 A 单位，他学习也不错，我们把他调到 B 单位，让他更全方位认识这个领域。那如果他毕业之后呢，觉得这个产业跟这家饭店的一个相关的条件，他可以认同。他如果毕业之后再回来就业，他实习之间的年资我们会追认。所以他一毕业就不是社会新鲜人，他已经是一个有年资的。有年资了。对，有年资的。这是很多企业很多行业做不到的。对，有些甚至实习没有钱。没有钱，现在不行，现在都会有薪水。甚至他毕业之后如果不错，我们都会给他储备干部任用，马上去栽培他往中高阶的一个方向去规划。对，所以饭店其实很希望留住人才，因为你们不断的有人走，不断在培训也是浪费，对不对？对，所以饭店也是希望这样可以继续永续的经营。
好是，那我要请教副总哦，就是说，除了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人才可能是流动率大的问题以外，那饭店其实在经营面上会不会有面临什么问题？比如包括说一些其他饭店的竞争啊，或者是说现在民宿很夯，这是不是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让你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你们需要去克服的？是的，其实我们复兴饭店跟富豪饭店投入台南的市场以来，刚好经历到整个台南市饭店产业变化最剧烈的这几年。对，第一个剧烈呢是呢，饭店的一个加速大幅的成长。台南盖了好多真的，而且很多对星级的。我本身就台南人，那我有一阵子离开台南去工作，那每次回来就会发现，怎么这栋大楼变饭店？对啊，怎么那个地方又在盖了？光我们饭店所在地成功路，最近有2、3家要完工。哦，是哦。对，所以一条路呢，全部都是饭店。我们开玩笑都快跟 7-Eleven 一样多了，那就是投资。那真的很多，而且不是小饭店，动辄都是100-200个房间的一个大饭店。对。那每一家饭店的投入呢，难免会对整个供需市场产生一定的一个冲击。那如果良性的竞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我们是乐见的啦。大家要去投入，然后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比如说大家要在行销的一个的方向去角力啦，然后投入更好的品质给消费者，这是我们乐见。那就是有怕很多的投资者，如果站在比较短线的一个立场，他可能都会纯粹从价格上去做一个琢磨，就是销价竞争的情形。那这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一个状态啦，因为有时候消费者他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去分辨他为什么要降价，所以他就去使用了。对，那这对我们长期要去经营正统市场的饭店就会相对辛苦一点点。对，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在饭店的定位跟市场的一个经营上，我们就会做一个区隔，尽量跳脱所谓的红海，我们不去跟所谓的做价格战的那种业者做一个厮杀这样子。哦，对啊，因为他厮杀到最后，其实他就会开始去把他的那个品质降低了。没错。对啊，所以消费者应该要有这个认知。对。我们最新的一个新闻大概应该是昨天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连锁旅馆集团，他那个分店在台南也有，我们就不方便讲他的名字，他出现财务问题了，那我们当初其实也是很纳闷说，因为我们经营饭店都知道它固定成本，然后变动成本到底有多少，那以他提供这样房价，怎么有办法去负荷得了这些固定成本？我们就一直很纳闷，可他还是继续这样的一个用低价策略在市场提供，那果不其然，终究还是出了问题，还是不行。对，那就印证其实正规跟正统才是长期经营下去的唯一的不二法门。所以你们复兴大饭店就是秉持，就是一定就是在这里生根了。没错，生根。对啊，要实在，这行李要实在啊，对不？不是这个公你品质降低，不然就是这要给你得起啊。尤其我们母公司本身就上市公司，它对这个信誉跟品质有非常高的标准的一个坚持。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请副总跟我们讲一下复兴大饭店未来的展望。OK， 好的，主持人，那跟各位观众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台南复兴饭店跟台南富豪饭店，董事长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深耕跟持续的在我们整个台南去做一个发展。那我们从我们这几年的一个扩建跟投入就看得出来，我们是决心在这个地方去琢磨的。那在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呢，我们会致力于整个饭店的品质的提升。那长期呢，公司这边也不排除有更多的投资去加入这个市场，然后期待去在整个台南的饭店市场，在品牌的一个经营上跟琢磨上得到消费者一个认同，那成为呢旅客来台南最佳的一个选择。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副总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台南的饭店跟我们台南的观光产业。那我们也很高兴说，这么有良心的企业，就是说你是真心想要深耕台南，然后用最好的品质提供最好的服务给我们的乡亲，然后实实在在这行力，对不对？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观光发展才会持续，才会长远。对，非常的开心。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林柏宏副总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好，咱启明形象这波底下各期短乐，咱再会。